巴塞隆拿將於星期一作客蒙特里維球場挑戰同省鄰居基萊納。雖然巴塞目前以58分領跑西甲榜首，領先次席嘅皇家馬德里1分，但球隊正處於本賽季最嚴峻嘅心理低谷。巴塞喺國王杯準決賽首回合作客馬體會，竟然慘吞4隻光蛋。呢場大敗唔單止終止咗巴塞近期嘅連勝紀錄，更暴露咗費力克高位壓迫戰術喺面對頂級反擊球隊時嘅致命缺陷。呢場賽果對即將到來嘅聯賽打比有決定性嘅影響。喺慘敗俾馬體會1役中，艾力加西亞交出咗職業生涯最差表現。開場6分鐘就入咗球翁高，84分鐘再領紅牌被逐。雖然國王杯紅牌唔會影響聯賽上陣，但佢同古巴斯呢對中堅組合嘅信心已經降至冰點。拉芬拿同華舒福都因為肌肉傷患錯過咗國王杯呢仗，但根據醫療報告，佢哋有機會喺2月16日對基羅納時復出。帕迪、加維同安德烈斯基斯甸臣依然未能上陣，令巴塞中後場缺乏輪換空間。基羅納目前排喺聯賽第12位，表現雖然平庸，但佢哋本賽季曾經喺主場守和過皇馬。更諷刺嘅係，基羅納季中從巴塞借入咗達史特根，諗住加強防守，點知呢位德國門將一加盟就重傷，要做手術，目前要依賴備用門將。無疑結果，巴塞隆拿勝率為 63.4%。無疑顯示，雖然巴塞依然係熱門，但贏2球或以上嘅概率已經跌穿咗 40%。巴塞嘅高位防線好容易喺下半場體能下降時失波，入球趨勢為 3.5 球以上。巴塞隆拿防線不穩，國王杯慘吞4蛋，反映防線信心崩潰。考慮到打比戰兩隊向來入波多，近4次對賽有3次入球趨勢係4球或以上。